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国家欢收看12月2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但其中当选人黄伟铁上公布小瑞哥最后一波的名单，算算的31位首长正式告捷，当中超过半数拢是现任。其中前观光物流局长王实施嘛成为台南市第一位女性的副市长。黄伟铁表示，新的市府团队是新甲旧融合，同时嘛强调新任首长拢无牵涉刑事案件。距离新市长黄伟铁上任只剩4天，20号上午，已正式公布小瑞哥最后一波的人数。新任名单有副秘书长王阳志、民政局长严正标、农业局长李朝堂、水利局长李贤义、教育局长郑新辉、法制处长陈月端，以及秘书处副处长、新兼代理处长刘启宗。同时，今日嘛公布现任所留落来名单。包括秘书长方进成、乐港局长王新基、交通局长林元成、文化局长叶哲山，几乎是一半的部分的长官是留任的。好，即便是他的工作岗位有改变，但基本上一半新人一半旧人。这个布局新的施政方向，好，这个部分我们新旧交融兼顾。好，那我们希望说这样的团队能够让我们。新市府团队上任的时候，能够更平顺，既有好的能够维持下来，其实大家都很好了，既有有一些方向能够维持下来，也要开始新的市政布局，所以这是新旧交融的这个市政团队。那还有跟各位报告，我们的跟各位新任首长大家都做过约询的，没有人有牵涉到刑事案件，所以过去的其他的地方的这个问题应该是不会发生。其中上上注目嘛是台南第一位女性副市长王实施，过去担任观光旅局长，打造真济话题活动。而这位台南再来坐观光领导的宝可梦，嘛是由伊所规划。现在新的市政团队拢到位，当中有原本的市府官员，毛高雄、台中、台南各地人才，相信未来除了延续原本优质的市政以外，嘛当再来全新的风气。台南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距离正副局长选举日子愈来愈近，地方贿选的声音嘛愈来愈多。所以议会国民党团上午紧急召开记者会，向台南检调单位来发话。党团讲到知名厂商被民进党候选人傲慢、强行募款。其中议长面确爱5000万，副议长爱3000万的团员，所以呼吁检调单位一定要主动介入调查，唔通选择性的执法。国民党团21号上午特别召开紧急记者会，针对正副议长选举传出贿选传言，向台南地检署以及调查站发话，表示外口听到风声，有民进党的候选人向台南知名厂商强行募款。议长5000万，副议长3000万，要求检调单位要主动介入调查。外面这届正副议长传得沸沸扬扬，议长甲副议长听讲有迄个厂商不乐之捐提一个3000万，一个5000万的。阮即马是开这个记者会，希望检调单位赶紧介入去调查，袂当讲。检调单位有选择性的，讲伊无共款党的，就无要查。我所以希望讲检调单位赶紧落去介入，互即个选举会当是一个足清的，毋是讲买票才当当选的。国民党强调，台南市议会应该是为民谋福利的议会，不应该沦为民进党执政的拍手。这届正副议长选举，外口已经传到废声废影。请检调单位唔通选择性执法，应该爱尽速调查，将真相公布给台南乡亲知影。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唔知大概有偌久无去洗一年一度的祖新月，
今年台南区的主审月对今仔开始，一直到12月24，地点同款选伫大塘嘉年华购物中心。上午主办单位特别举办记者会，向大家了解所创新甲趣味的主题，邀请市民免费入场参观。12月21号登场的资讯月台南区资讯展，伫大塘嘉年华购物中心举行盛大的开幕仪式。会中来了真侪贵宾，有经济部处长詹文生、准台南市长黄伟哲，以及侪位议员拢到场祝贺。时代的演进，有新的这个主题，从硬体到软体，最近最夯大家知道，除了 AI 之外，还有一些无人的这个操作，甚至于我们其实大家在玩 game 的时候都知道，AR 扩增实境、VR 虚拟实境，还有许许多多的应用，都是在这个有新的这个诠释。我想说，今天我们在台上讲了很多，但不敌大家到现场亲自体验。讲规波，较输讲眼见为凭。所以欢迎各位，也期待各位在资讯业多看多了解，知道我们现在时代的整个资讯的新走势。今年资讯展以跨界创新、有见未来为主题，展出真侪跨界整合的科技产品，让民众伫现场就会使亲身体验到。今年的活动主要是有那个主题馆里面有AV 的 robot 就是4米高的机器人，很大，而且可以来在上面乘坐，可以用 VR 来看一些比较高的景色。还有一个是台北市的它的 Javis 就是一个自动头盔那大概一挺很贵的头盔，它有很多特殊的功能，比如说前后有装摄影镜头，还有一些是其他的像中科院今年也来参展，那参展的里面也是很多平常不可多得的一些科技那希望大家有空来参展。资讯月台南区资讯展为21号一直展到24号，现场有真侪高科技的产品，嘛有适合大小朋友做伙来体验的体感 VR 游戏，而且是免费入场。主办单位欢迎所有的市民朋友伫展期内踊跃来参观。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市府干部局对去年开始举办优良公务大楼的评选，透过比赛，就希望提升公务大楼的管理品质。而今年评选伫20号顺利诞生，其中大型新生组由南区的世界花园社区得到第1名。而互人好奇是，这个社区的管委会才成立4档，是安怎拍败其他对手拿下冠军？透过下面的报道，做伙来了解。一来到南区最高社地当看见周边，现在正有侪建案的进行。其中位伫最高社文化园区正对面的世界花园社区，虽然是一个真少年的社区，但是伫居民甲管理委员会共同努力，整合住户侪意见，共同打造一个温馨的徛家环境。我们在管理上是做循序渐进的。那第3个就是我们有做重点式的。所谓重点是说，我们先从公共区域做起，我们先不对住户的影响到生活起居的部分做起，所以让住户会慢慢习惯我们做管理上的一个服务的态度。所以我们社区能够到今天有这个成绩，事实上也是大家共同配合努力下所得到的成绩。伫今年干部局所举办的优良公务大楼评选，世界花园社区嘛拍败侪对手，得到大型新生组的第1名。当地里长陈瑞华因为家己嘛是住伫世界花园，伊对着管委会付出相当肯定。我觉得要感谢一个我们的保全公司，因为有一位好的主任在帮我们 handle 很多的事情，然后我们才会觉得说，对，如果每个人的意见都你一个我一个，那怎么办呢？总是一定会造成社区一些意见的纷杂。那很感谢我们的张主任很用心。那我们这个社区也是在水交社园区里面，第一个建设的集合住宅，所以我们社区在104年开始成立管委会，一直经营到现在，所以我们的成效也是逐年的成长。我们会继续朝向说，请专家给我们一些指导的观念。那其实我也很希望去参访一些很有特色的社区啦。
去汲取他们经验，来作为我们社区以后努力的目标。反正就是我们就是一步一步的持续往成长的方向，让住户的生活品质更加的优越。祝贺高达111岁世界花园社区内公共设施拢维持了相当好，同时资源回收的处理嘛得到去年环保局的肯定，这拢是这摆会当得奖的重点之一。其中位伫天园当中的水池，未来嘛将规划成为小朋友佚佗的球池。相信未来透过管委会甲住户的持续努力，会当将这的客家品质成为吸引众人的焦点。台南新闻古博以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2018年所登场的工艺之梦，展出将近100件台湾上界优秀的工艺品，无论是陶艺、竹编，还是珠宝等材质，拢有高水准的呈现。头个镜头就带大家做伙来欣赏。每一档拢会举办，会当讲是工艺界盛事，由文化部、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以及星光三月文教基金会共同举办的2018公益之梦，现场布置了真侪项，互人看到会入迷的工艺精品。这寡拢是每一个无共领域的工艺专家，经过了10外档，甚至20外档、30外档的磨练，所达到的工艺意境，带来民众一件一件慢慢的品味。我们希望说，能够在这边有更好的作品，那么跟我们那个台南的朋友来互相切磋。他们的工艺的水准，那么综合国力在全世界，我们被评为全世界第3名。所以，我们国家的工艺在世界上其实是1等1的哈。我们都说要跟国际接轨，事实上我们都已经长期接轨。那个今年有我们的竹艺老师，我们讲到世界的竹编、竹艺，那么全世界公认第1的是台湾。我们讲到了染织，汤老师也有来嘛哈，汤文君老师，还有我们的陈景怡老师，我们台湾的染织的技术跟秘方也全世界公认第1，所以我们台湾的工艺在世界上是举足轻重。这寡拢是由上界顶级的台湾工艺师所创作出来的工艺精品，对现场嘛能看到台湾工艺的创新甲传承融合。另外，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嘛针对着优秀作品来颁发着奖座，这款高规格工艺。对即日起到1月7号，也欢迎民众做伙来到星光三月6楼来欣赏这寡非常难得一见的工艺艺术。台南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伫网络冲击，现在无论任何产业，拢会伫短时间内面对相当大的变化。只是人才培养的相对重要，如何留住台湾优秀人才，嘛成为第4届成才论坛讨论的焦点。由生态材料系友会所举办的第4届成才论坛，这届的重点主题放伫咧台湾的人才培育，以及企业要如何留住优秀的人才，并借由讨论来发展着台湾未来10档的产业动能。那其实从之前来很多东移西移，包括在产业界，大家都感觉到说，现在在台湾的产业其实有相当困难的一个状况。那很多新的人才逐渐在外流。
那像我本身算在半导体业界，其实有很多认识的客户，其实真的也感受到，不只是红色供应链，红色供应链接着过来就是台湾的一些优秀的人才，好，很明显的在外流的这些状况。那所以台湾的下一代的人才到底要何去何从？这是我们觉得应该大家要来关心讨论的一个课题。在场来自每一个无同款领域的企业家，分别针对着侦探材料、甲陶瓷技术以及电子晶圆厂等等的产业所需要的人才来进行着分析甲探讨，因也希望会当就这个成才论坛，互台湾每一个产业都会当有所警觉，量早来培育优秀的台湾人才。台湾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现在病院伫2015年首次将尊严疗法运用伫医学院学生的专人教学课程，透过引导，互病人愿意分享因的生命故事，同时减轻病人伫生命主要痛苦甲折磨。病院表示，实施3档来，不管是病人、家属，或是医学生，拢有正面的回应。新台病院血液肿瘤科医师邱伟新表示，尊严疗法伫2005年临床肿瘤学的杂志发表以后，当时的研究不但有91%的病人感觉对这种的照顾方式拢感觉真满意，而且对着提高病人的生命意义嘛真有帮助。因此，病院对2015年运用尊严疗法，提供新台医学生作为教育训练，并且安排病人担任生命老师。3年来嘛，得到病人、家属、甲医学生袂歹的回响。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过程中，团队成员他利用除了我们尊严疗法这些引导用语之外，也利用了一些生命回顾的方式，好帮助我们这些生命老师，他在谈他的这个生命的这一些历程的时候，让他去重整他的生命故事。好，在这个期间，他可以去释放他的情绪跟一些他的一些不满。那希望能够让他能够放下。那协助就是说，在这个一些哀伤的一些历程里面，我们来帮他找到他生命的一些赋予他新的意义，最后能够让他的自己的生命重新就是回归于这个宇宙的大怀抱之中。所以我们在这个生命回顾的部分的话，我们也会就是在这个带领的过程中有一些重点，所以这个对于全台湾的医学生来讲，这是首创的一个课程。这个课程就是说，让他可以在成为医师之前，能够坐下来跟这个病人或者是家属面对面的去了解他的生命故事。好，那因为有很多人他的生命故事其实跟他的疾病史是息息相关，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让医学生他不仅仅只是医疗这个疾病，而是能够真正倾听他的一个生命。透过尊严疗法的应用，不但会当互受训的医学生了解安宁疗护的照顾理念，而且嘛用亲身体会专人照顾的精神，更加了解病人的需要，建立亲善的医病关系。台湾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近年来，透过中医来辅助癌症的治疗愈来愈多。对健保局的统计资料，地当看出15档来癌症患者挂中医门诊的比例，就成长了12倍，嘛显示中医介入癌症治疗已经有袂歹成效。治癌症的治疗一般分做4期，伫无同的级别，癌症有无同的治疗方式。不过，不管是透过药物、注射，或者是手术、化疗等，因为个人的体质无同，有无同的副作用。为了减轻癌症患者伫咧无同阶段产生的副作用，不管是治疗中或者是治疗结束，拢会用透过中医的适时介入来改善病人的无爽快镜头。中医在各期都有不同的介入方式，在0期可以就是避免癌前病变转成真正的癌症，在手术后，手术常有各种不适，尤其是肠胃道手术的话，会出现消化不良、进食困难、恶心呕吐的问题。这个时候用中药或者是针灸介入都有很好的疗效。那在化疗的部分，其实应用已经非常广泛了，在世界各地都有中医在利用针灸以及药物来做这个化疗不适。
的处置，包含刚刚说的肠胃道症状，恶心呕吐是应用最大的，比如说很有名的内关穴。那另外的话呢，其实化疗还有一些血球低下啦、倦怠无力啊，这些都会让人影响到你持续完成的意愿。那中医可以让你减少这个副作用、不舒服的状况。亲像画面上这位陈小姐，本身是大肠癌的末期，因为癌细胞转移到肝脏，前前后后做了25天的化疗，有年中并且切除40%的肝脏，而且因为食药啊，食到手指头啊拢变乌，而且神经嘛麻去，无法度开车，严重影响生活品质。后来透过中医的辅助治疗，才慢慢的恢复。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说的化疗副作用常见恶心呕吐，可是其实化疗副作用每一个人因人而异，很多种。那像是我们的个案莎拉小姐身上，她就是出现了神经末梢的麻痹的感觉，所以呢，从一开始只是麻麻刺刺的，到后来就是有点感觉异常的问题。那这个部分呢，我们采用的是一个行气的方式改善这个神经传导的问题。那另外我们也有加入针灸，让这个局部神经的这个修复以及减缓不舒服的症状。目前中医癌症的治疗不但有纳入健保的给付，而且伫个健保的专栏计划，癌症患者嘛用伫大院当中来会诊中医，不但会用减轻病人的副作用，而且佫无增加经济的负担。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我在天气有什么款的变化，下面做回来关心。马是好天有时最云的天气，温度19度到27度，白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介绍收看12月21日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